大家好啊！今日有一個地方特別要去嘅，因為近期咧好多人咧就中意打呢個 pickleball。咁其實香港咧而家都有好多嘅場地打 pickleball 啊，但係香港寸金尺土啊嘛，咁啊香港啲 pickleball 場咧實在太細啦。究竟點樣為之一個非常之豐富嘅 pickleball 場咧？我今日就帶大家去睇下，我哋一齊上中山 ，Go！ 好啦，話咁快就到咗中山啦！呢個匹克球俱樂部森林就係全廣東省最大嘅室內匹克球球場，裏邊係非常之大同埋非常之完善。佢嗰個地咧測試咗好多次，鋪過好多次，力臻完美先至鋪得成，非常之咁標準嘅。咁究竟有幾犀利咧？等我帶大家入去睇下。Go！ 哦，哇！一開大家睇下呢個場。裏邊總共有9個 court， 全部地下都係新鋪嘅，同埋都合乎標準㗎。大家睇下，佢樓上咧仲有個餐飲部。我帶大家睇下嗰啲牆有幾咁寬。呢個咧就係主場，欣賞下。呢啲如果喺香港可以有咁大場地，一個俱樂部可以起到9個場就正啦，咁就會幫助好多推廣匹克球嘅朋友。咁其實呢度咧，中山嚟講咧，佢哋話廣州嗰啲朋友啊，都會特登咧揸車過嚟打，因為呢個場地好夠集中，一個區就9個場，咁啊好多朋友咧就上嚟都唔怕冇得打。佢除咗有呢啲正規場，仲有啲細啲嘅。睇下呢啲，真係好羨慕。其實匹克球咧，幾年前已經開始打，不過打下又有好多嘢做。咁而家睇下有冇機會再打翻先。嗰陣時都諗住比賽。而家無論喺香港或者國內咧，都係非常之咁興。而且呢個運動咧，真係男女老幼都可以打嘅。運動量係都有嘅，但係就冇網球嗰啲咁大咯。咁啊，佢哋通常都話匹克球咧就好似乒乓球、羽毛球嘅結合啊。咁啊，打法就可快可慢。最好嘅就係你年長啲嘅都可以打到，同埋長壽啲咯。如果你打匹克球、網球嗰啲都有壽命啊，你40幾歲嗰啲都比賽唔到啦。但係匹克球應該可以嘅，有分組。哇！呢個場好正啊，個地下咧係嗰個回彈力咧係好好嘅，咁好有研究佢哋去鋪出嚟，樓底又好高啦，咁啊所以咧感覺又好，佢係全呢個廣東省最大嘅匹克球球場。好啦，等我依家試下先。呢個就係餐飲部啦，打完攰攰地，跟住上嚟呢一度飲杯咖啡，再睇下下邊啲人點打，幾好啊！今日咧就比較閒，平時如果有多啲美女咧喺下邊打咧，坐喺度睇波咧，簡直係一流。
睇下有冇美女先。